今日係2026年1月8號，根據經濟數據同市場環境，而家美國嘅經濟處於利率慢慢降、經濟軟着陸嘅關鍵點，但伴隨嘅係高度嘅政策不確定同埋產業結構調整。所以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關稅戰同埋降息潮，究竟我哋1月要有啲咩預測呢？首先喺現時嘅狀況，其實依家係緊震盪元月即係1月吓，講緊係軟着陸吓，利率同埋通貨膨脹，聯儲局喺2025年底將利率降至3.5至3.75，市場嘅共識係聯儲局進入一個觀察期，預計2026年上半年係維持緊現狀或者係只係小幅降息嘅啫。雖然膨脹已經回落，但係關稅帶來個成本推動型嘅通脹隱憂仲喺度，令到降息確保呢又非常之謹慎。喺經濟軟着陸方面，雖然有經濟增長，美國嘅 GDP 仍然維持喺2%，消費依然穩健，但係勞動市場好似琴日小飛龍咁樣，失業率已經去到4.4%。雖然減緩薪金同埋資金嘅通貨膨脹，但係仍然引發出對未來消費動能係咪轉弱？好啦，地緣政治，近期地緣政治就係特朗普突襲呢個委內瑞拉啦，依家又話會攻打格陵蘭啦。2026年初全球嘅貿易摩擦同埋地緣政治緊張的確存在，啱啱先出咗2段新聞啦。呢個市場情緒喺看好降息嘅利多同擔憂貿易成本增加之下嘅劇烈波動。我哋依家正處於一個高利率尾聲，但係低利率又未到嘅平台期。資金景氣雖然未急凍，資金確定，但係要更加注重一個風險防禦同基本面嘅因素。究竟風險防禦同基本面嘅因素有啲乜嘢我哋要留意呢？喺2026年值得留意嘅板塊又有啲乜嘢呢？喺 AI 基礎建設同能源方面，呢個已經係 AI 嘅下半場啦。公用事業同電力，因為喺2026年嚟講，AI 其實係雖然佢已經 develop 得非常之好，但係佢需要係能源，佢用嘅電力係非常之多，所以 AI 數據對電力中心嘅渴求係好犀利嘅，令到穩定配電同核能相關嘅股份係受到青睞。另外啦，半導體同埋通訊嘅硬件啦，隨住2026年嘅 CES 剛剛結束，市場焦點喺雲端計算轉向終端應用，數據中心所需要嘅冷卻同埋光嘅設備係非常之殷切嘅。去到利率敏感同埋順周期嘅板塊有啲咩啦？例如房地產同金融股。房地產其實大家都清楚啦，當佢嘅降息來臨，對房地產同金融股都有受惠嘅。對於房地產嚟講，我哋講 REITs 啦，OK，借貸成本從高處回落，房地產嘅估值開始收復啦，特別係如同物流同埋數據中心相關嘅物業。金融股方面，雖然息差收窄，但係經濟維持喺2%，併購活動仍然回暖，同埋貸款需求增加，令都有利大銀行嘅。好啦，另外啦，防禦性同埋價值板塊方面，我會提議留意一個醫療保健嘅板塊。喺2025年，佢哋表現落後，但係盈餘係優於大盤嘅。例如一啲我哋其實可以睇到樂和樂德啦，另外就係輝瑞啦，另外仲有呢個 LLY 啦，其實都係關於醫療板塊嘅。
另外 UNH 啦、CVS 啦，都係醫療相關嘅板塊。咁佢其實呢啲咧，加上人口老化，佢哋雖然係即係增長係優於大盤，加埋最主要嘅係人口老化，令到佢哋有良好避險同埋保通脹嘅價值。好啦，去到呢度，我哋分析咗咁耐啦，吓，其實你想唔想知道喺而家3.75厘利息嘅水平下，你會選擇加倉成長股，定係開始佈局防禦性嘅醫療板塊呢？歡迎大家跟我哋留言去討論一下。咁咧，如果覺得我哋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嘅，麻煩你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你嘅支持對我哋非常有意義。或者你覺得呢段片係啱大家嘅朋友嘅時候，麻煩你 forward 出去，幫下大家去攞多一啲投資或者係一啲經濟嘅知識。祝大家今年投資大賺，我哋下期見。